所来关心咱国中央海运的船啊，中飞轮14载起为中国青岛出港，所甲中国的船啊烧拢，有12个人跋落海，加在这人是拢有家救起来。目前中飞轮还留伫当地咧做调查。另外，讲到最近中国的海警船连续2天驶入来咱金门的禁止限制水域，行政院长陈建仁嘛呼吁中国唔通破坏双方对等的关系。中英海运长飞轮14透早传出伫中国山东港口青岛港甲中国籍个散装船烧拢，双方船拢受损。散装船顶悬12个船员落落海，好加载救下了后无啥物要紧。运安会证实这个代志，目前长飞轮留伫青岛港配合调查。因为它是属于我们国籍的船籍嘛，它一规定它会通报啊，通报它只是说啊有从青岛港开往上海准备出来的时候，在港口出来那边跟他们的散装轮有碰撞。运安会回应，因为无人伤亡，无造成当地污染，所以未立案调查，会尊重中国当地处理。最近金门马祖连续发生中国籍船只并船的事故，咱的海巡继续投入搜救，不过中国海警船连续2天进入金门禁限制水域，中国海警甲海巡署双方对立的气氛是真紧张。我是中国海警，请通报你船出发港、目的港和来自海域的目的。对话动作真多，行政院长陈建仁表示，台湾讲求国际人道，发生代志一定会来援助。不过，若渔船或者是海警船进入禁限制水域，也来处理。我也要强调，两岸之间对于这一些相关救援措施，应该要做最务实、合理的安排啊，不要单方面破坏了这个双方的尊重跟对等的关系。针对中国继续对台湾施压，美国国务卿表示，望两岸无共款的意见应用和平、无干涉威胁，而且用双方拢能接受的方式来解决。因为马祖甲金门受天气大部的影响，能见度无到200公尺。海巡署表示，在安全的前提之下，会保持适当搜救力量，继续找找落入海失踪的船员。记者综合报道。